OK，好啦，嗱，我哋而家已經經歷晒所有嘅供需咧，就係在什麼條件下呢一類嘅問題。咁我哋點解咁講咧？嗱，呢題型咧有三種係會問你係咩條件之下咧，我哋個結果又會點點點嘅。咁第一種咧就係供需同時改變，呢個係第一種，即係話我哋啱啱而家呢一條面對嘅嗰一款啦。OK，供需同時改變，咁我哋就會結果會問咩咧？結果佢係問價格或者係數量嘅。咁所以你只要見到條題目，佢問你在什麼情況下，佢同一時間仲會問你，咁最後個結果，sorry，最後結果係個價錢或者數量點變？咁呢一隻你就知道，哦，供需同時改變，我就會喺條題目度揾翻供需分別咩改變。OK，嗱呢條題目仲有啲提示嘅，供需同時改變咧，因為有兩件事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佢好多嗰啲人同時啊、另一方面啊、加上啊，呢啲詞就話俾你聽有兩件事發生啦。OK，好，咁啊，價錢嘅改變係結果嚟嘅，係最後結果嚟嘅。好啦，跟住咁第二種呢啲什麼情況之下嘅題目係啲乜嘢咧？就係供給嘅改變或者係價格嘅改變，導致到總收益點樣改變？OK，即係彈性咁解，喺彈性。好，第三種，最後一種啦，就係我哋今次新學嘅，就係當我哋有稅或者津貼嘅時候，去問你嘅分配。嗰個負擔嘅分配，咁呢個負擔嘅分配咧，就係要比較呢一個需求彈性同埋供給彈性。所以我哋學晒㗎啦。咁所以如果係出什麼條件下咧，你反而要開心嘅，因為你好知道你得呢三種，你仲要一個係問你個負擔分配，一個係問你總收益，一個係問你 P 同埋 Q。所以你只要揾埋去問你邊一樣嘢咧，你好肯定知道係屬於邊一隻㗎啦。揭去後邊嗰版第四條，請大家告訴我 B1同埋 B2有乜分別？嗱，係啊，講制美制。好，首先，如果上面嘅事，美國向香港嘅成衣徵收呢個入口關稅，嗱，雖然事隔30年，OK，咁而家我哋就有啲類似嘅事發生啦，係咪？嗱，咁當然佢而家唔係針對香港嘅貨啦，針對中國嘅貨。好啦，如果針對一啲貨品徵收入口稅，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佢只要係香港做嘅衫，佢就會加關稅。咁對於我哋呢啲喺香港做出嚟嘅衫咧，喺美國市場裏邊，呢啲香港衫嘅數量、價格有咩影響？第一步影響咗啲咩啊？呢個關稅成本，咁跟住係供給會下降，OK，所以價錢會上升，數量下跌。咁其實你只需要畫翻幅供給下降嘅圖出嚟，咁就已經完成㗎啦，OK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嗱 B1咧就簡單啲嘅，B2咧你話佢好深入，唔係啦，純粹個思路突然間轉咗，需求上升。諗，喂，關稅我哋就喺香港啲衫啫嘛，唔關美國啲衫事嘅喎，咁所以美國衫係冇任何稅喺度噶。佢既然冇稅嘅話，咁關咩事咧？因為佢同呢一個香港衫係一個替代品嘅關係。OK，咁佢係替代品嘅話，所以少咗人買香港衫，咁呢一個美國衫嘅需求就會上升，所以價錢數量會跟住升，即係畫一幅需求上升嘅圖，咁你就表達晒㗎啦。嗱，你做嘅時候，你有兩個方法嘅，一
你將嗰啲相關嘅圖畫咗出嚟，你就知道結果係唔係咁。二，你就用消費者負擔同埋生產者負擔，我哋話彈性越高，俾得就越少啊嘛。咁所以就係佢哋相反嘅嗰個特性去做分析。OK，兩個都可以幫到手嘅。咧